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初8，哥林多前书4章第1节到第8节安尼讲：安尼，人就看阮做基督的仆人，是上帝奥秘的管家。对管家的要求是着对主人忠实。我受恁也是别人评断，拢看做小事，连我嘛无评断家己。我感觉家己的良心清白，不过毋是安尼就证明我无罪。审判我的是主，所以时机还未到，恁毋通评断人。等到主来临，迄时伊的阳光照黑暗中的秘密，甲隐藏伫人心内的动机暴露出来。迄时，大人会对上帝得到称赞。兄弟姊妹，为着恁的缘故，我将这事做例，用伫我本身甲阿波罗的成就，互恁通对阮学习，毋通超过圣经所记载。这句话的意思，恁中间无论什么人，就毋通俯听这个，看轻迄个。什么人互你想讲家己比别人较敖？你所有的减，毋是拢对上帝领受？那呢？你是怎样在自夸？那阵毋是对上帝领受？恁已经逐项拢有，恁已经富足，恁甲阮迄伫边啊，家己做王。恁若真正做王，毋知影偌好咧。安尼我嘛通甲恁做伙做王。保罗仰望哥林多的教会会通真做基督忠实的管家，尽忠的奴仆，互咱无伫遐评断别人，互咱伫咱所领受的来尽忠尽真来行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做尽忠的管家。